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1年的8月3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44篇第9到15节，雅各书第5章第2节到第6章的第3节，彼得前书第2章第19到25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受苦的榜样。若是我们要以雅各书来比喻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，那除了我们要提到甜蜜的爱情彼此的爱慕以外呢，还有什么事情可以拿来类比或是了解的呢？过去时常听人家说，婚姻就是爱情的坟墓，好像意思就是说，爱情的当中那一对情人，就像不久前牧师说的，在恋爱中的人像在晕船一样，就是不太清楚了哈，都是看到很好的一面哈，但是婚后的生活却是一个非常实际的现状。可能不如以前的那种梦幻式的不若恋爱是这个期间的那种美好。很多人就认为说，好像这个结了婚之后呢，那个两个人的关系就从天堂掉下了地狱哈。当然，人跟人相处，即便是我们所谓的情人家人或是朋友都不会永远没有问题的。人跟人相处多多少少有一些问题，多多少少会遇到一些困难，总是会有摩擦。那我们知道说，爱的这个相爱的两方，除了享受彼此美好的关系之外，那有什么事情是值得我们这个除了爱情之外看到的事实呢？在雅各书旧约雅各书的第5章，他提到了我为我的爱人开门，可是他已经走了。我多么想听他的声音，我寻找他，但找不到。我呼叫他，但听不见回音。城里巡逻的守夜者遇见了我，他们击打我，把我打伤了。守卫城墙的人夺走了我的披肩。耶路撒冷的女子们请答应我，如果你们遇见我的爱人，告诉他，我因相思病倒了。这个让我们看到，在美好的爱情当中，其实也有它的困难，有相思，有付出，有牺牲，有受苦等等的。正如保罗他也这样子劝勉我们，在有所书的经文里面，他说，你们要彼此顺服，因为你们是敬畏基督的。做妻子的你们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好像顺服主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正如基督是教会他的身体的头，也是教会的救主。正如教会顺服基督，妻子也应当凡事顺服丈夫。做丈夫的，你们要爱自己的妻子，好像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命一样。他这样就是要借着他的话，用水来洁净教会，使他荣美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没有任何污点或皱纹，好献给自己。丈夫应该爱自己的妻子，好像爱自己的身体一样。爱妻子就是爱自己。没有人跟自己的厌恶自己的身体，总是保养照顾它，正如基督对教会一样。因此我们是他身体的肢体，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，所以我们要学习彼此相爱。
我们要彼此付出，要彼此的帮助，也要彼此的愿意来牺牲受苦，这些都是必然的，是必要的。诫命是要我们彼此相爱，就是我们要彼此的付出，忍受苦难，因为呢，耶稣已经为我们立下了榜样。爱情不是索取，爱是愿意给予。爱就如同基督为我们受苦的榜样。基督徒彼此相爱，就是要更要彼此的谦让，不要彼此在那边争斗了哈。今天的另一处经文，彼得前书第2章告诉我们，他说：如果你们因领会这是上帝的旨意，愿意忍受不当受的痛苦，上帝就会赐福给你们。如果你们是因为犯过错而忍受责打，那有什么光荣呢？这个就是本来就应该责罚的哈。只有因为行善而忍受苦难的人，才能蒙上帝的赐福。上帝呼召你们的目的就是在这里，因为基督为你们受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为要使你们能够跟随他的脚步走。他没有犯过罪，也没有人听过他的撒谎。他受辱骂不还口，他受虐也不说恐吓的话，只仰望公义的审判者。基督他亲身把我们的罪带到了十字架上，使我们不再生活在罪中，只为公义而活。由于他所创的创伤，我们得到了医治。从前你们都像迷失的羊，现在已经归回，跟随着你们的灵魂的牧人和监护者了。所以我们很清楚，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所提到的，我们如果因为自己的错去受责罚，那是应该的。如果我们因为行善而受到苦难，这是学习耶稣基督的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耶稣基督那种受苦爱我们的那个美好的榜样，也要以这样的受苦精神来彼此相爱，并且留下美好的见证与榜样，让我们周遭的人，让全世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看见见证。